IT 團隊對企業嘅支援成效同埋表現，往往都需要依賴員工主動提供喺團隊入邊嘅唔同意見。但係好多時候 ，IT 團隊因為調查過程太麻煩又嘥時間，唔能夠即時掌握員工真實嘅想法。HPWXP 好創新咁樣整合咗員工問卷同埋情緒分析功能，可以主動推送調查，令到員工隨時可以用手機或者電腦輕鬆俾意見。利用 AI 技術即時分析大量嘅數據，整理出企業員工嘅痛點同埋理解佢哋嘅情緒趨勢，幫助 IT 團隊快速掌握狀況。佢仲可以推送提示，通知員工有重大嘅更新建議，令員工時刻警覺，避免系統漏洞引發安全問題。IT 團隊可以根據數據做深度分析，制定針對性嘅改進方案，提升企業員工對 IT 團隊嘅信任同埋滿意程度，一齊幫手打造正面積極嘅企業文化。WXP 令到 IT 團隊聽見員工嘅心聲，令意見調查變成企業持續進步嘅強大動力。